你以為屋企越多，亦越有安全感？錯！你以為積落嚟嘅每一件舊物，總有一日會用得着？錯！你以為留住低，就是留住幾十年嘅感情？大錯特錯！老友，我今日想同你講一個好殘忍嘅真相：你屋企堆積住嘅每一件冇用嘅，也其實都係一塊石頭，一塊一塊緊壓直。你眼簾嘅胸口上邊，你以為你係個擁有物件嘅人，其實係個低物件擁有咗你。你以為你係屋企嘅主人，其實你這係一個百幾十年前買落嘅熱帶倉嘅老梗。我話你聽，人到我哋呢個年紀最悲哀，佢唔係冇嘢用，而係滅亦都留住，滅亦都唔捨得掉，然後日日對住一屋佢過去，做人做到冇晒光來。你諗下急個畫面，一間深水埗嘅唐樓，2房一廳，40年樓齡，門口一打開，先要赤住身入去，因為條走廊兩邊已經對到頂天花板嘅紙皮箱，發黃嘅報紙，90年代嘅玻璃水杯，99蚊3件嘅塑膠碗，仲有一堆話齊低即返嘅雜物。廳計梳化上邊永遠都放住3疊未拆嘅信件，幾份1週刊就刊，一袋吸塵時冇用嘅膠袋，一堆話流飯包已用嘅絲袋同禮盒。廚房嘅碗櫃菜刀彈都彈無開，入面有20年前個女從加拿大寄返嚟嘅茶葉罐，早就過晒期，但是因為個罐勁唔捨得掉。雪櫃入邊有幾支唔知邊個親戚滅，事後送嘅 XO 醬磚底已經結咗一層咖啡色嘅嘢，你都唔敢揭開嚟聞。房入面嘅衣櫃菜道門要用膠紙貼住先散到入面，有30年前結婚時緊件旗袍，有80年代喇叭褲，有你30歲時着咗一次假西裝，仲有你老公灑身前最後依件恤衫，依然掛飾到值得醒醒下下。你屋企就細根，我知，因為我嘆過太多次。你以為呢？低叫做有家庭，叫做有回憶，叫做日子過得充實。西噶呢低叫做你自己親手起咗一座堅藥，然後將自己反鎖斥入邊。真正嘅富有唔係你屋企有幾多，亦幾多，係你屋企仲剩幾多空間可以俾你行，俾你坐，俾你唞氣，俾你曬到一陣陽光落嚟。真正嘅貧窮冇細銀行報紙剩幾多，零細你嘅屋企同你多心都已經吹到連一絲光都入唔到。呢個世界最荒謬嘅地方就係你花咗一世人賺錢買嘢，然後你花咗晚年嘅每一日住吉低夜吉勞碌。我是一個人，姓陳，68歲，退咗休住直九龍城一間300幾尺溪公屋陳伯後生溪，時候做過搬運，做過的士司機，做過茶餐廳溪樓面，捱咗一世，取決得自己價值就是有嘢，有屋企，有電視，有音響，有一堆自己買落嘅收藏。隨屋企有成3部電視機，一部係90年代 Sony 大流龜，一部係2000年買晒部 Panasonic， 仲有一部細個仔前幾年送俾隨機 LCD。3部之中，其實只有一部沿用，但係佢話掉咗好可惜㗎，幣翻錢是貴㗎。齊有幾百支黑膠碟，菜直牆下底，齊有一整套百科全書，24本，20年冇結過。山齊有2箱90年代嘅東周刊，近話有日或者我想遞返嗰陣時嘅新聞。除有5個電飯煲，2個細開，仔女送開，一個細太太生前買落開，一個細渠自己一時心血嚟潮買開，仲有一個細鄰居
本屋唔要餸，弊慨慨。冇過一個人食飯，5個電飯煲。佢老婆走咗7年，個女嫁去加拿大，個仔直澳洲做嘢。佢一個人住直夾件300尺公屋，入邊屋企猜到只剩低一條由牆到廁所企小路。佢每晚瞓絕前坐斥牆邊，望住夾隊嘢取話取好安心。但係細佬友，你估佢真係安心？有一次佢直廁所滑倒，知叫無郁得，佢想爬去廳打電話，但係細吉條路兩邊都細嘢，啟動一動一跌，就報紙淋咗落嚟，限住佢支腳。佢直急到躺足成立個鐘，直到隔離嘅阿婆叩問聽無到人應，先叫管理員叩問入嚟救佢。耆入一院家陣，一生問耆，你屋企有冇人可以照顧你？佢望住個天花板，講咗一句我一世都無謂忘記嘅説話。佢話：我屋企只有一堆，而冇人。你停下呢句熱，我屋企只有一堆而冇人。呢個就世傳香港幾多個老人今日嘅寫照。你以為你坐反幾，以為陪你呢低，以連你跌倒都無謂扶你，仲為冚住你支腳，等你喺自己屋企入面孤獨間躺，食地下望天花。我唔細叫你即刻掉晒所有，而我唔細叫你亂嚟。我細想你搞清楚一件事，你留住吉低，而究竟細位住你，嘢本身定細位？細位及唔細得其感住，因為呢個唔捨得先係困住你一世嘅吉條繩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心入邊有少少刺痛，唔好急住走，近個訂閱，因為呢一個頻道無勢教你發達，無勢教你賺錢，勢陪你學士典，養直人生，最後吉段路，行得輕鬆低，清想低，有尊嚴低。你已經捱咗幾十年，接落嚟嘅日子唔應該再拖住一屋嘅過去行。好，等我講第二個故事俾你聽。我認識一個女人，姓黃，72歲，屋企住直灣仔企唐樓。佢老公15年前走咗，走得急，心臟病，食茶餐廳飲奶茶，飲下就跌落地下，救無返。呢15年，黃姐一個人住夾間屋，個仔直英國讀完書就冇返嚟，剩返佢一個。徐老公嘅衫一件都冇掉，15年一件都冇掉。佢老公嘅恤衫掛滿咗成個衣櫃，佢老公嘅皮鞋擺直鞋櫃，仲有一支去咗一大班佢古龍水擺直化妝台。佢老公臨死嗰日戴個支錶，佢用絲巾包住鎖直抽屜，連佢老公用過嘅牙刷佢都留住插直廁所嘅牙刷杯。有一日我問佢：黃姐，你留住咁多嘢做咩？徐眼思思話：我冇留住，我驚我冇計得取。老友聽清楚，我講計也。如果一個人真是入到你心，你唔需要靠一件恤衫、一支古龍水、一支牙刷嚟計住計。如果你要靠趷低物件先計得起，其實你冇一日真正放低過取。你以為留住急低野世緬懷，其實你細姜自己佢人生凍結。左直15年前急過下晝，你老公直茶餐廳跌低嗰一刻，你冇再生活過，你自細一日一日咁陪住急低，走乜一急枯萎。你老公走咗15年，你活咗15年，定細死咗15年？呢個問題我唔敢答。但細你自己心裏面有數。真正嘅愛唔是將對方變成博物館嘅展品，真正嘅懷念唔是將自己嘅生活困死直回憶入邊。你老公如果真係愛你，佢想見到你笑，冇細想見到你困直，一肩砌滿佢就嘢嘅。屋入面日日對住一件牙刷發該。黃姐聽完之後參咗好耐。
過咗半年，徐打弊我，華胥終於將老公低山送去咗救世軍。徐華胥留咗兩件，一件是徐老公結婚幾日住企西廂，另一件是徐老公生日時處親手挑企無衣，其他佢通通放低。徐話：我依家瞓住可以瞓得着。15年之後，佢終於瞓得着。呢個就細斷捨離嘅力量。你以為你放低趌低物件，你為冇咗回憶，但細級刻相反，你放低咗趌低物件之後，你先真正計得起趌個人，因為你唔再細植物件入邊問取，你細植自己蓋心入邊問取。物件細死嘅，但細你嘅愛細生嘅。你坐住幾多件死，亦都無謂另一段愛翻生。我再講一個故事你聽。我是一個阿婆，姓黃，65歲，中環某銀行退休。黃姨一世未結過婚，一個人住將軍澳一間500尺契私樓，隨老母走咗10年，老母契亦隨一件都冇掉。老母蓋山，老母蓋鞋，老母蓋假牙，老母蓋眼鏡，老母蓋拐杖，老母屋蓋低就商鋪，老母年青時候寫蓋日記，通通搬晒去取間屋，加埋契自己嘅，影5個名牌手袋，10幾對契後，生時着過契高踭鞋，7套結婚時本嚟審住，但是最後呢，住到契萬張，幾百本祖宗，學到大學嘅真實契書，仲有武術過有日或者用得着個環保袋。佢堅500尺，佢屋猜到人，只可以坐斥梳化，行去廁所，行去廚房，行去牆。500尺騙咗100尺。有一日契中風，好彩發現得早，冇死，但是要坐輪椅。問題係咳間屋根本入唔到輪椅，輪椅推唔入房，推唔入廁所，推唔入廚房。物理治療師嚟到，望住取屋，講咗一句：黃姨你要麼掉咗低，而要麼住去老人院。徐喊咗請晚。第二日，徐請咗幾個工人上嚟江老母企也，自己企也，所有毛石德企也，一車一車緊運走。徐話：我搞唔清楚，我留住低也是為咗紀念，定是為咗懲罰自己。1個月之後，佢屋企空咗一大班輪椅，可以自由推入每一個房間，陽光透過個窗直接曬入嚟。佢話徐已經好耐冇見過自己屋企有陽光。徐話：我以為我留住嗰低亦勢擁有，其實我一直被嗰低亦囚禁緊。老友你聽下呢句嘢，我以為我留住吉地道勢擁有，其實我一直都被吉地都囚禁緊。我哋一世人都違犯呢個錯，我哋以為留住嘅細財富，其實細家咗；我哋以為留住嘅細感情，其實細執念；我哋以為留住嘅細人生，其實細恐懼，恐懼失去，恐懼俾人遺忘，恐懼自己冇價值。你屋企堆住嘅每一件，亦其實都細你恐懼嘅化身。你留住嘅10年前嘅相片，細因為你驚自己冇過去；你留住結婚時嘅禮物，細因為你驚自己冇被愛過；你留住個女婿過時低玩具，細因為你驚自己冇當過一個好媽咪；你留住老公低山勢，因為你驚自己一個人活無道；你留住幾百個絲袋膠袋，細因為你驚自己有一日為冇嘢用；你留住及低，亦都是為咗證明俾你自己，替你契人生冇白過。但是老友，你嘅人生有冇白過，胡需要一屋嘅而都嚟證明。真正冇白過個人生世，你今晚上場粉絕計時候，個心細鬆計冇細緊計。我最憎呢，就細聽到低人講呢，
低慈低先積。慈低是老人最大嘅敵人。慈低是我哋呢班60、70歲嘅人成日自己佢一句嘢，慈低積屋，慈低積山，慈低積嘢，慈低返個仔屋企食餐飯，慈低同個女去次旅行，慈低同個老朋友飲返次茶，慈低對自己好低，慈低學事放低，慈低係一個無存在嘅事件。到你真正想慈低吉日，你可能已經瞓，左斥一遠，越到越無，到講無出，或者已經走咗，成反一屋嘅已被你嘅仔女去積。你估你低仔女想窒？我話你聽一個真事，有個朋友嘅老豆走咗，佢返嚟香港積木。老豆間屋住咗40年，菜滿晒嘢，奇積咗7日7夜。第7日佢直廚房及個雪櫃頂契櫃度，問到一個生鏽契餅錢罐，打開嚟第入邊有幾張泛黃嘅相片，一封冇寄出嘅信，一疊80年代嘅5毫紙硬幣，仲有一張老豆親手寫嘅字條，寫住留返俾阿仔結婚嗰日用。娶老豆走咗12年，佢已經結咗婚15年。呢啲嘢契老豆一直放飾雪櫃頂，一放咗成15年，一直等一個永遠都無謂離契有一日。我朋友直廚房站咗成半個鐘，攞住吉個餅錢罐，喊到眼都腫。佢話我老豆一世人都直到等一個智慧親手俾我，但是佢等到走嗰日都冇機會拎出嚟。離低亦對佢嚟講更重要，但使最後只係我一個人積呢間空屋入面發現咗一個罐，呢個就係齊低嘅代價。你以為你留住嘅是心意，其實你留住嘅是一場空。你留住嘅嘢，如果冇機會親手交出去，就永遠都只係一堆物資。所以老友冇好再等遲低，想送俾個仔契嘢今日送，想同個女講計亦今日講，想丟嘅亦今日丟，想放低嘅積念今日放，想間嘅老朋友今日打電話，想食佢嗰碗雲吞麵今日食，諗住嗰件經山今日住，想去契急嘅地方今日訂機票。因為遲低呢兩個字係專門偷走老人晚年嘅小偷。如果你聽到呢度仲覺得我講嘅亦都有道理，就請留言括打一句，我今日決定放低一樣困住我本世紀，亦寫得越具體越好。因為當你打出嚟嘅一刻，你已經開始行第一步。好，等我講第4個故事你聽。我有個街坊姓李，70歲，住紅間一間老公屋。李伯自從老婆走咗之後，就開始坐嘢。3年之內，回間屋從整潔變成一個立節港。街市買個膠袋，木村織個紙皮，朋友冇要送俾佢，吉就家私，樓下丟落嚟佢2手風扇，電子鋪織個水電線。個女從英國返嚟，見到直屋企門口企咗成分鐘，講唔出嘢。第2日個女話阿爸，我問人幫手清屋，你白粉地喊唔好掉，及低都係我嘅嘢。個女喊住講，阿爸呢，低根本冇細也細粒質，你自己都已經冇為粉住，你成日粉即聽，你細咪要住即粒質講入面等我媽咪嚟接你。你不計咗。個女繼續講，阿爸，我知你嫁住阿嫲，但係阿嫲如果起到你住成根取為漢，你冇細尺度紀念佢，你細尺度懲罰自己。李伯監咗1晚。第2日佢俾個女問人清屋，清咗成3個華貴嘅嘢。清完之後，李伯坐直空空嘅廳嘅沙發上邊，
望住個天花板，講：原來我間屋咁大，個女喊，個仔電話裏面都喊。你個世界上有幾多佬？人世間樣，一日一日講自己契屋變成監獄，然後講自己反鎖直入邊。好多因為我哋以為坐住嘢先叫做我有屋企，因為我哋以為屋企滿滿先叫做我無孤獨，因為我哋以為包住自己一堆嘢先叫做我仲有價值。錯地，真正契家唔好事業多，是心安。真正嘅豐盛唔係擁有幾多，細放得低幾多。真正嘅價值唔係你嘅屋有幾多，也係你嘅心有幾多空間。我話你聽一個道理，老唔係一個問題，老而不值先係問題。我哋呢班60、70歲嘅人最需要學識嘅一堂課，無須點樣賺多低錢，無須點樣遞多低一生，無須點樣同個仔孝順低而世，點樣放低，點樣放低嗰件旗袍，點樣放低嗰對高踭鞋，點樣放低嗰個人行公仔，點樣放低各堆就商鋪，點樣放低嗰個有日或者用得着咁想法，點樣放低各個留返俾仔女蓋積念，點樣放低嗰個掉咗好可惜契枕頭，點樣放低你身上背咗成立70年嘅一切。當你時得放低及低嘢嘅時候，你會發覺你其實一直都想放低及細你自己嘅緊張，你自己嘅恐懼，你自己嘅唔安。你屋企堆積嘅每一件，亦其實都係你自己冇處理嘅情緒。你堆積住及低，有日或者用得着，未因為你恐懼將來冇嘢用。你堆積住及低留返俾仔女，是因為你恐懼取得無計得你。你堆積住及低掉咗好可惜，係因為你恐懼自己一世人卻努力夠意義。你堆積住及低以前好勁，係因為你恐懼自己已經無再世後生急過。更多恐懼你點為瞓得好，咁多恐懼你點為過得舒服，更多恐懼你點為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佢晚年。我話你聽最尾一個故事，係我自己親身見到佢。我有個親戚姓何，80歲，直屯門住。何姨嘅老公10年前走咗，個仔一家人搬咗去加拿大，佢一個人住直一間500尺企公屋度。上個月我探取，我一入到屋，花里古典，屋企好簡單，一張梳化，一張飯台，一個電視，廚房入邊得3支碗、2支分子，衣櫃入面得7、8件衫，廁所得1支牙刷，廳嘅牆上掛住2張相，一張細隨，同老公結婚隔日，一張細孫仔畢業。我問佢：阿姨，你間屋間精簡？佢笑笑口話：我80歲啦，仲留更多嘢做咩？我每晚瞓住望住個天花板，望住空空契牆，我覺得我終於自由。佢泡咗一壺普洱俾我飲，佢繼續講：我後生嗰陣都同你哋一樣，成間屋塞滿嘢，我以為咁樣先叫做家。到我老公走咗隔年，我一件都冇捨得掉。但係有一日，我望住嗰堆嘢，我忽然發覺，原來我一直呢低嘢入面問佢，但係佢根本冇食入面，隨直我心度。所以我開始掉嘢，一日掉一低，一日掉一低。10年之間，我嘅屋淺咗，依家咁樣。我問佢：你為無為覺得空？佢話空先好，空咗我先有位。我又問有位做乜？佢望住我微微笑。佢話有位俾我鬥氣。老友，
我記得吉一刻，我坐即隨間屋度，望住個窗外邊計天光，聞住普話計香。我忽然明白，原來人到80歲，最重要計唔細，擁有幾多，世事得放低幾多。原來溪老人溪尾唔細屋企有幾多，亦細佢個人有幾多，空間可以呼吸，有幾多輕鬆可以微笑，有幾多從容可以望住嗰天光發界。呢個先叫做高質量禁片佬，呢個先叫做人生嘅圓滿。我無勢叫你即刻掉晒所有嘢，我無勢叫你亂嚟，我無勢叫你連老公嘅骨灰都掉。我細想你問返自己一句：急啲惹你毀滅流。如果你答唔到，或者你嘅答案仔細唔捨得以後，或者用得住掉咗好嘥，間老友唔好自己吉低已經冇存在嘅意義。隨啲這細一堆，你用嚟填滿自己內心恐懼個賭具。真正值得留計，亦永遠自細己見。一張你最珍貴嘅相，一件你最想留俾仔女嘅信物，一本你真正為揭反契書，一件你依然為住企山，幾件你真正為用其碗筷，其他嘅放低，放低及低你冇為再用計價，放低假低你以為有一日為用得着嘅嘢，放低覺低代表過去嘅重量。放低急低代表未實現嘅夢想嘅道具，放低急低代表你恐懼嘅實體。當你屋企越嚟越清嘅時候，你會發覺你個人都越嚟越清。你可以行得快低，你可以瞓得好低，你可以笑得多低，你可以喺陽光入面坐得耐低，因為你冇再使一堆物件嘅勞碌，因為你終於做返自己屋企嘅主人。我最後想同你講一句。人老咗最緊要嘅唔細屋企有幾多，而二世你行過嘅時候，身上冇俾住幾十年嘅重擔。有一日，你為咗戚屋企歌廳嘅梳化上邊，前面得一杯熱茶，一碟花生，屋企空空嘅，陽光細細間晒入嚟，你會忽然發覺，原來人生真正嘅奢侈。唔是有幾多，而是有幾多空間；唔是擁有幾多，是放得低幾多；唔是屋企滿滿，是心裏面鬆鬆。以下你會終於明白，原來越簡單先越有福。如果由今日開始，你可以親手放低一樣困住你半世嘅役，你最想放低嘅細滅，留言話我知。因為你打出個答案嘅一刻，你已經開始清咗少少，而你嘅晚年就係由呢個清楚少少開始，一步一步更行返向自由。